现代台语译本箴言第一章，大笔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。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甲教示，理解深奥的道理，会互人受教示用智慧办代志，实践公义、公正甲公平。这个话会互憨直的人有灵巧，互少年人有知识，会晓分别事理。为互有智慧的人听了加添学识，互聪明的人得到真的见识，会互人明白箴言甲譬喻，了解智慧的人的话甲语言。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。我的囝，着听老爸的教导，毋通气杀老母的教示，因为这个话会做你头壳顶的花冠，做你颔棍的金链。我的囝，歹人来引诱，毋通跟伊。伊若讲甲阮斗阵来去埋伏杀人，当等无辜的人来甲杀，咱亲像阴虎来甲因活活吞落去。因会亲像含落深坑的人，互咱规个吞落去。咱会当得到逐款的财物，所抢的囤满咱的厝。你来加入阮的党，抢来的财物大家拢有份。我的囝，毋通跟因去，着约束你的骹无踏入因的路，因为因赶要做歹，急要杀人。伫鸟仔的目睭前设罗网，所做无采工。因埋伏要害人，反倒害着家己；当等要伤人，颠倒伤着家己。不得手段取得财利，结局一定失去家己的性命。智慧伫街路大声得叫，伫市场口大声得发，伫闹热的街路头大声得叫，伫城门口大声讲。憨直的人爱憨直要偌久？藐视知识的人爱藐视知识要偌久？愚妄人厌恶知识要偌久？我责备恁，恁若听叹，我要对恁透露我的心意，互恁明白我的话。我叫恁毋听，我邀请无人反应。恁无视我一切的劝诫，毋肯接受我的责备，所以恁拄着患难，我要冷笑；恁拄着惊吓，我要啼笑。当惊吓亲像狂风吹来，灾祸亲像广烈风扫来，患难痛苦临到恁。迄时恁要求叫我，我毋听；迫切找我，找袂到，因为恁厌恶知识，无爱敬畏上主，毋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的责备，所以恁会食家己所种的歹果子，家己过无的恶果，食甲饱佫野。憨直的人会互家己的固执害死，愚妄的人会因为自满智狗灭亡。毋过听通我的话的人，会安稳徛起，免惊灾祸，享受平安。